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验所最近办立体看世界活动，用红色、甲绿色的镜片来看对空中翕的相片，对无同角度来欣赏咱的土地，咱做伙来看。它其实就是利用我的左眼跟右眼的影像，就是所接收的影像的角度的不同。 解说互民众了解安怎用红蓝镜片来看航照图的原理。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量所最近办体验活动，民众伫遮会当用立体的方式观察航照的资料。活动是为了给民众体验从空中来看地面，来感受一下说，立体感觉是怎么样？举例来说，那我们森林资源调查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立体的观察来看，可以 看出它的磷分的结构，还有坡度波相，还有树冠。农航所表示，透过航照图的详细资料，会当减少地面的调查。立体的观察嘛是辅助航空优质图纸应用的重要方式。透过反光立体镜顶工具，通过较全面性检视图上的资料，亲像一寡土地甲林地变迁。 不管是航照或者是卫照，其实现在应用已经很广泛了，可以看到说，原来 这些建物的立体高度啊，然后也增加更容易辨识整个空间环境这样子。农航所表示，因伫60几年来运用立体观察，进行农林资源国土观测的调查，发现外界对这种物件其实真好闲。最近开始举办航照图的相关活动，接下来会继续安排各种的体检。记者丁嘉布林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